今日翻下八字，問事者問佢個八字戊癸合係咪合化火？喺我術數係唔睇合化呢樣嘢，合就合，唔會化。傳統派嘅師傅就會睇埋合化呢樣嘢，我就唔睇嘅，因為合化會令到你算命會失水準，同埋你會思考好多嘢，好多套理論，你唔知用邊頭好。好似戊癸合化火咁樣，究竟係火啊生出嚟啊，係好啊定係唔好？淨係呢樣嘢已經卡住你啦，所以呢樣嘢複雜，我從來都唔會用。再加上合化呢樣嘢，我係唔會用嘅。因為我呢套理論淨係睇主係，唔會睇合化唔合化。合我就會當佢消失，暫時消失。係咪真係消失？唔係消失，仲喺度，只不過暫時唔睇住。所以合化呢樣嘢我係唔睇嘅，同埋地支就睇埋藏干，我又唔睇藏干嘅，我淨係睇主係。就好似午火、陽火、亥水、陰水、子水、陽水、巳火、陰火，我淨係咁樣分陰陽。你只需要明白邊個係陰，邊個係陽就可以啦。我淨係睇主係，我唔會睇藏干。藏干呢樣嘢好容易沖散嘅，同埋影響力唔係太大，所以我唔睇。就好似有啲 friend 咁樣問我，點解你奇門遁甲可以睇到咁多嘢？我都係咁樣答佢，因為我同你哋唔同，因為你哋睇格局，所以你哋會思考太多嘢，會失水準。我就唔會嘅，我用奇門遁甲係唔會睇格局呢樣嘢嘅，我淨係睇個宮位同埋睇問事者問乜嘢事。例如問事者問財運，直接睇戊頭咪得咯。問事者問呢份工轉唔轉好，咁咪睇開蒙咯，或者睇山蒙，直接睇個吉凶咪得咯，單刀直入。我就係咁直，我唔中意睇埋你格局，又講埋一大堆術數語嗰啲，因為你又要記術數語，你又要睇埋格局。所以你哋用奇門遁甲嗰陣時特別亂，就係咁樣解啦。我唔中意睇咁多嘢，我中意簡單，我中意單刀直入。所以我同你哋奇門遁甲使用方法係唔一樣，就係咁解啦。我就係中意單刀直入，唔中意記埋嗰啲術數語，因為講太多術數語，浪費時間。所以我用奇門遁甲，我就唔會用術數語講，我直接講你財運點樣，轉咗呢份工好唔好，我直接話俾你聽好定唔好，同埋會發生咩事，我中意直接咁樣。依家講翻八字問題，問事者問佢天干係咪合化火？嗱，有主壬水，天干戊癸合，冇合化噶，淨係得戊土克日主，你日主受克，得翻一個乙木。地支你依家有大話行緊亥水，子亥水克午火，仲有一個巳火，得翻一個午火。所以呢個大運你得翻一個財運，所以你下年個財運會特別比較差啲。你個八字嚟講，如果行火運啊，對你嚟講更加衰，因為火生戊土克你個日主，你日主更加衰。
所以你個工作運比較差啲，同埋你特別多小人，都係自己認識嘅人小人肯害你，所以你自己身邊嘅朋友多數對你表面上比較好啲，但係實際上對你比較差少少啦，所以自己要注意。更何況你地支本身嚟講就係破財，本身都係破財運。但係如果你地支行財運係幾好嘅，原本得一個財運，如果大運再行一個午火，你財運就會好啦，同埋你啲桃花運都會升起嘅。你地支可以行火運啦，午火加多個午火俾你，財運就會升起啦。如果你天干嚟講，你只需要解決天干呢部分，你工作運同埋你人生運程就會好啦。但係你個八字嚟講，如果用金，咩金可以用呢？唔得，因為月金合。辛金呢？辛金戊土辛金在黑食傷，對你更加差。所以你天干呢部分庚金、辛金都係冇乜作用。呢兩個自然出現反而好地地，如果出現咗反而有害。所以你金呢部分完全冇幫助，呢兩個字係冇幫助。你唯一方法就係用比肩朋友，你自己要注意朋友，因為朋友對於嚟講有害，同時對你有幫助，但係你要識得分邊啲對你有用，邊啲對你冇用，你自己要識得分。以你個八字嚟講，朋友對於嚟講有害同埋有幫助，所以你自己要識得分。你依家要發掘一下邊啲朋友對你有用，你需要外圍空間用金五行同埋水呢兩種五行對你有幫助。下一條影片再見，拜拜。